搭巴士嘅安全事項，候車嘅時候，健側手圈住士的手繩。如身體較弱或者坐輪椅嘅人士，可以喺站頭有輪椅標誌嘅位置候車。當車停低嘅時候，應該企喺前門近健側嘅地方上車。上落嘅時候，健側手用固定扶手邊入，揸實扶手後，健側腳上先，留意梯級嘅高度。如有需要，可以請司機降低前門嘅階級。上車後，先拍卡。八達通卡最好用伸縮繩帶卡套設計，掛喺胸前嘅位置，令拍卡嘅時候冇需要行得太入同特登烏低身。通知司機俾自己坐低咗先開車，仲要預先告知落車嘅地點啊！盡量選擇近落車車門嘅位置坐低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選擇關愛座位。落車之前應該先撳停車掣，等車停穩，先至行去車門近健側嗰邊。落車嘅時候，側轉患側身嘅方向，揸實扶手，用患腳落先。過程中都要留意梯級嘅高度，等雙腳都落地企穩，先揸返士的繼續向前行。如果係帶住輪椅嘅人士，上車之前，要先通知司機，請佢哋落斜板。行車途中，輪椅需要放喺巴士輪椅專用嘅位置。如果對以上內容有任何查詢或者唔清楚嘅地方，就要諮詢職業治療師啦。如果對以上嘅內容想了解多啲，可以瀏覽以下嘅網址，或者想知道更多資訊，可以登入以下 QR Code， 又或者致電2534-3535，向香港復康會鄭一賢日間復康護理中心查詢。